眨下眼已經到暑假啦，各位家長係咪已經諗好咗要點樣同小朋友一齊共度呢段長假期呢？鮑思高神父成日話假期就係魔鬼工作嘅時間，意思即係話唔好俾小朋友無所事事，要為小朋友揾一啲有意義同埋填充佢哋嘅時間，令佢哋能夠善用時間，學習一啲新嘅技能，或者發掘一啲新嘅興趣，探索唔同嘅事物等等。咁係咪真係要幫小朋友報好多暑期活動，填滿嗰個時間表啊？咁又唔使嘅，小朋友有時都要啲留白嘅空間，等自己可以唞下氣，同埋報班都唔一定要學到啲咩嘢先至叫做有意義㗎。我覺得其實暑假正正就係一個凝聚家庭，大家可以一齊唞下，享受一下唔使追趕測驗功課嘅好時機。其實係家長亦都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同小朋友創造一段特殊時光，亦都一樣好有意義㗎。今集親子5分鐘就會同大家講下。小葉姐姐啊，正向教養入邊有個係講特殊時光，其實係啲咩嚟㗎？特殊時光咧，同平時陪小朋友玩有啲唔同㗎喎。咁首先咧，家長就要放低手上面所有嘅嘢啦，即係包括你嘅工作啦、家務啦、電子產品啦，專心咧就同小朋友1對1，完全投入喺當下嘅互動時間。咁呢個時間咧就需要爸爸或者媽媽單獨同其中一名嘅小朋友度過嘅。咁互動嘅時間可能係一齊玩遊戲啦、煮嘢食啦、行山啦、做運動啦、手工等等喎。咁呢個特殊咧，仲包含過程之中咧，就唔好以教導小朋友為目的，亦都唔好用一啲比拼啊或者比賽嘅形式，而係要一同參與，反而等小朋友帶領你點樣去玩，點樣去做。咁過程之中咧，亦都要認真聆聽小朋友嘅說話啦。咁家長可以喺從中適當咁樣描述一下小朋友嘅行為就可以噶啦。聽完你咁講咧，好似都冇乜時間咧可以專心一致咁樣去陪伴佢，而且咧係單獨咁樣同佢1對1。我諗咧有時可能做到嘅都係瞓覺前同佢傾下偈啊咁樣，因為瞓覺前咧就一定要放低個手機啦，咁瞓喺張床又冇咩搞，咁好自然咧就會陪佢傾下偈啦。其實呢個傾下偈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啊。咁不過咧，啱啱所講啦，日常生活嘅相處咧就唔等於精心安排嘅特殊時光喎。因為特殊時光咧有以下幾個目的嘅。咁第一個咧就係用嚟建立情感連結，嚟補翻日常缺失嘅關注。咁第二個咧就係建立安全感。第三個咧就讓小朋友感受到我被重視，從而咧更加願意合作，減少小朋友嘅挑戰行為。臨瞓前傾下偈咧，就要視乎係咪同小朋友商量咗之後安排咗嘅一個時間去傾偈啦。如果只係咁啱未瞓着，咪傾下咯。咁呢個咧就係日常嘅相處，而唔係精心嘅安排啦。咁其實互動嘅內容咧都可以好有趣、好多樣化㗎喎。咁家長就可以同小朋友事前努力激盪一下啦，諗下有啲乜嘢活動或者時間可以安排喺呢個特殊時光入邊嘅。咁可以製作成一個清單。咁之後咧到呢個時間嘅時候，就可以喺清單上面輪流揀出一項你哋都中意嘅活動。咁甚至咧就可以安排喺日常慣例表上面喎。咁關於日常慣例表嘅操作咧，就可以回顧翻第10集嘅親子5分鐘。我諗親子時光嘅重點咧，都係在於大家都放低你手上面嘅工作啦，你哋嘅手機啦，讓我哋咧可以專心一致咁樣去陪伴對方去做一啲佢中意做嘅嘢，唔受其他事物嘅干擾。咁但係喺唔同年齡嘅小朋友，可能都會有唔同嘅需要，同埋佢哋嘅專注嘅時間又唔一樣喎。對於呢個特殊時光，有冇啲咩特別嘅建議啊？係啊，對於2歲到6歲嘅小朋友咧，就建議每日會有10分鐘嘅；7歲到12歲就建議至少每個星期有1次，每次30分鐘；而13歲或以上嘅小朋友咧，就建議每個月1次，咁可以陪同小朋友做一件佢哋中意嘅事。我相信咧呢個情感連結咧係需要長時間嘅累積啦。雖然咧唔係一種特效藥，但係咧我相信呢個關係咧會因為呢個特殊時光而逐漸咁樣變好，而且小朋友都會好享受能夠俾人專心一致咁樣對待啦。特別咧係爸爸媽媽都願意放低佢哋嘅工作同埋手機啊。咁我相信執行咗一段時間之後，一定會有啲意外嘅驚喜同埋收穫。咁嚟緊暑假在即，我相信爸爸媽媽都可以揾個機會同仔仔女女傾下，又發掘一下有啲咩事其實係仔仔女女都好期待可以同爸爸或者媽媽一齊做嘅呢。咁歡迎你哋都留言話俾我哋知，
咁今集親子5分鐘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繼續知多啲關於親子相處技巧同埋心得，就請繼續留意我哋嘅下集，再見。